来关心又搁发生有狗仔共攻击的事件，不过这届攻击的不是人，是狗仔。在新店五方乡车山的时阵，有游客那就是带彼得犬出门佚佗，不过因为无看锁啊，车门一个开开，这狗就全咧冲出去，甲一只伫咧便利商店外口的流浪狗夹到重伤。新德县动保防疫所表示，即马已经有收到相关检举的影像，会以车牌号码找到这个狗的主人。对监视器看到车门一开开了，一只大只乌狗冲来，走去甲车附近的一只流浪狗30秒钟嘴拢歪放。好加受伤的这只乌的流浪狗一离开，主人是扭正久才甲狗扭开，两条随离开现场，拢无咧擦被夹受伤的狗。他就拉着他的颈圈而已，但是那个狗一直咬着让小黑不放。对，然后他们大概持续了大概30几秒到40秒，对，然后后来好不容易才又女的又进去叫另外一个男生出来，然后才把它分离开来，对，然后就把狗带上车，然后他们就走了。新德县五方乡车山发生狗攻击事件，互夹甲重伤的流浪狗惊甲尾起来，动保团体一开始找无，一直到暗时，另外一只流浪狗伫咧国小的外口一直叫，引起村民的注意，才甲一只重伤的流浪狗送病院，并且检举。新德县动保防疫所将会用车牌找主人报案。违反动物保护法第20条，具有攻击性的犬只出入公共场所未带有嘴套及牵绳。然后将依法开罚3到15万，使动物受伤将依动物保护法第6条使动物受伤，然后开罚3000到1万5。好加受伤的小黑，包括腹肚甲下体附近真侪所在切壁伤，清创了因为无法度放尿，搁再送病院倒尿。防疫所讲，若是小黑的情绪加重，或者是造成死亡，罚款会搁再升悬。甲小黑送病院的动物协会讲，会甲医疗收据留来。对迄个公主人要求赔偿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